歡迎大家收聽維拉頻道。今日就同大家講翻賓福特對維拉呢場英超嘅比賽。維拉今場呢就作客呢個賓福特，就用翻呢個4-5-1呢個陣式，咁都用翻平時用開嘅陣容噶啦。咁啊，賽前有馬天尼斯同埋阿申斯奧因為訓練時嘅肌肉酸痛啊，所以就未有隨隊去賓福特嘅。所以今場呢，就門將就用上奧神，而卡殊就啱啱傷好，所以右閘咧繼續用上呢個迪沙斯。中堅就用上明斯帕呢住呢個江沙，其實佢哋兩個今季已經一齊上陣咗10次噶啦，成績都唔錯嘅喎，取得咗呢個6勝3和1負噶。而左閘繼續用翻防守比較好嘅甸尼啦，中場繼續就用上麥堅同埋泰利文斯，而藍斯咧羅渣士同埋貝利咧就配合屈堅斯喺前線嘅攻擊。屈堅斯咧原來對住賓福特嘅往績都唔錯嘅喎，其實佢近5場咧，對呢個賓福特咧係已經入咗5球噶啦。雖然維拉上週中咧就踢完呢個歐聯啦，但係其實呢場波維拉嘅體力好似冇乜問題，特別喺上半場。其實上半場都控制咗成個戰局噶啦，但係其實埋門又唔算係特別多，而比較入肉嘅機會其實就嚟自個迪拿曼斯開出呢個罰球啦。咁啊，明斯喺禁區入邊咧，其實無人看管之下咧，但係踢唔中個波啊。咁就呢個係一個黃金嘅 chance 嚟嘅，不過就把握唔到啦。至於賓福特就都係繼續靠佢哋個反擊嚟爭取入球啦，但係上半場其實佢哋機會其實就唔算係太多嘅。咁啊，最終維拉半場就可以話係緩和呢個0-0嘅。艾馬利就喺半場就作出咗一個調動啦，咁啊將呢個上半場踢得麻麻地嘅貝利啦，咁就收起咗，換入咗卡殊嘅。呢個換人其實都比較特別啦，將卡殊咧就拱咗去呢個右翼位置啦。咁啊，下半場其實開賽咗4分鐘到嘅咋，咁啊維拉就明斯喺後防後邊咧一個解圍啦，咁啊嚟一個轉守為攻啦，咁啊藍斯攞住個波之後順腳就交俾屈堅斯，咁啊屈堅斯喺左路其實咧都帶咗一段距離噶啦，但係見到賓福特都冇球員去走埋去 mark 佢嘅，咁而佢入到禁區咧，亦都起腳啦，咁啊散用咗呢個尼芬哥連斯嘅大勢，就再穿埋龍門嘅大勢咁啊入網。其實呢個波都比較意外嘅，其實我睇直播嗰時都冇 expect 呢球波可以入到嘅，係啦，咁啊維拉就領先賓福特1球啦。咁其實之後2分鐘之後咧，其實維拉再一次咧靠呢個反擊咧，咁啊爭取多咗一個入球嘅。但不過咧就屈堅斯好可惜啦，咁啊接應呢個藍斯嘅傳送之前咧，其實佢又緊越咗位嘅，咁啊最後之後佢又落底啦，跟住再交翻出嚟俾羅渣士撞入，但係好可惜啦，呢個入球最尾被呢個 VAR 咧就話越位在先，咁啊入球無效嘅。咁之後就維拉又開始算係死守啦，又唔算係死守嘅，開始減慢咗個速度嘅，因為嚟緊週中都要再踢呢個歐聯嘅次回合。咁所以呢場跟住咧就成個機會啦，咁啊落晒喺賓福特嗰度噶啦。不過賓福特都唔係有特別多嘅埋門咯，係啦。咁唯一一次都係呢個路易斯嘅博達嘅遠射中柱咯。咁其實末段咧維拉都有一個單刀機會啊，不過屈堅斯咧繼續啦，大家都知啦。難嗰啲咧佢就會入到嘅，易嗰啲咧佢就未必會搞得掂。咁啊最終佢推第一下推嚟咗個波之後咧，搞到個射門嗰度太窄啦。咁啊最尾咧亦都笠唔到門將啦。咁啊最終維拉都可以保持到呢個1-0嘅勝局。咁啊順利咁係作客度攞到啲重要嘅3分。咁維拉今季亦都取到佢哋第4次嘅英超可以唔使失波啦。其實都要多謝阿奧神嘅。咁係啦，奧神其實今季咧喺即係未踢呢場波之前啦，咁啊踢咗12場英超啦，咁啊其實就失咗28個波㗎，係啦，咁最後咧咁佢亦都為維拉力挽狂瀾啦，亦都救出好多賓福特嘅射門啦。咁其實賽後咧其實都好多球員咧都推佢去呢個維拉嘅作客區嘅球迷嗰度啦，咁啊希望佢可以得到維拉嘅球迷嘅讚賞啦，係啦，咁亦都維拉嘅球迷都好識做啦，但係羅賓奧神係世界第2啦，而塞內馬利亦都話到呢場波其實都比較難踢㗎啦，嚟到賓福特嘅主場，咁就亦都希望可以喺歐聯同埋英超之間咧可以攞到個平衡啦，因為其實歐聯成績其實都係唔錯，咁啊希望翻嚟英超咧都可以繼續保持翻，咁就希望可以攞到嚟緊歐洲賽嘅資格啦，咁樣啦。
咁屈堅斯亦都大讚阿奧神嘅，其實喺賽後度亦都話咧，如果冇佢嘅今場嘅出色表現咧，其實佢哋都未必咧可以攞到呢個3分。亦都佢亦都撐一撐奧神啦。其實奧神其實佢頭先都有講話，佢喺英超上陣咗12次，其實佢大部分咧都係半場入替嘅。咁其實都比較困難嘅，佢都話呢樣嘢。咁因為你要突然間 pick up 翻嗰個狀態咧，喺半場出嚟，咁其實都係一個難事嚟嘅。咁好，佢亦都話好開心啦，見到奧神今場波可以咧幫到維拉可以來存在到3分啦。係啦，咁佢亦都有講到話上季其實佢哋作客白禮頓咧，奧神都係把關嘅，咁亦都佢都話奧神其實嗰場波咧都係表現得唔錯嘅。咁雖然最終嗰場波輸咗，但係奧神好似係攞到呢個最佳球員嘅。咁佢希望奧神可以繼續打好啲啦，係啦。咁我哋維拉球迷就會開心啲啦，係啦。咁其實維拉 TV 嗰邊亦都有訪問下奧神啦，咁奧神亦都話咧，佢都覺得好難忘啦，亦都好唔習慣啦，因為你都知平時佢咧就俾維拉球迷鬧多過讚嘅，咁今次咧真係好開心啦，佢係啦，佢亦都話咧好榮幸啦，可以喺呢90分鐘度可以同球迷一齊慶祝啦，咁亦都可以幫到球隊可以攞到呢個3分嘅，係啦，咁睇翻聯賽榜啦，咁就維拉暫時就贏咗一場波之後就上咗去第8位嘅，暫時落後曼城嘅第5位，曼城咁啊2分啦，不過打多一場。咁嚟緊其實就週中會有歐聯嘅賽事啦，咁跟住之後其實就跟住嗰個禮拜就英超就會輪空噶啦，因為之前其實就踢咗對利物浦嘅英超聯賽，其實已經提早踢咗噶啦。咁所以其實維拉呢個月咧其實都冇乜比賽噶啦，踢完呢場歐聯賽事對布魯日之後咧，其實都要等到去差唔多月尾啦，就會先會作客呢個普雷斯頓踢呢個 FA 級嘅。咁球員都有好多時間去pick up 翻個狀態啦。咁希望嚟緊傷兵安娜拿啦同埋巴克利可以早啲快啲康復，咁啊令到人腳會更加好啦。咁係啦，咁啊頭先都有講到啦，咁阿申斯奧同埋馬天尼斯咧係有少少肌肉酸痛嘅，咁希望艾馬利都有話咧，咁希望佢可以咧嚟緊週中可以出到場嘅，咁我哋就睇下佢嘅賽前嗰個記者會啦，咁啊睇下佢會點講啦，咁啊到時睇下我都會可能會出一條片，因為會再介紹翻嚟緊呢個維拉對布魯日呢個次回合嘅賽事嘅賽前嘅檢討啊，或者一啲消息啊，咁到時都會可能會拍條片俾大家再聽一聽咁樣啦。咁今集維拉頻道就嚟到呢度啦，咁就希望大家繼續 like 同 share 我哋個 page 啦，係啦，咁就拜拜。